Your League of Legends Season 2 World Champions, the Taipei Assassins! 唔係淨係關電競喺香港式微咯，而係所有文化產業或者藝術產業呢一啲都喺香港係比較難經營。但係其實我覺得香港唔係話真係冇前途嘅，問題就係會唔會有更加多嘅競爭對手啦，同埋會唔會有更加多有熱誠嘅人嚟參與呢一行？因為大家細個時候打機係最開心咯，係啊，我想將呢一種快樂延續落去。好多人或者仲未能夠分得出，或者好多即係未熟悉電子競技呢個行業嘅人，或者呢個運動嘅人，佢哋未必好容易分得出咩叫做電子競技，咩叫打機。但係如果我話俾你聽，我哋嘅選手每一日係點樣去訓練，佢哋要做啲乜嘢？佢哋嘅後勤要有幾多人去 support 呢一支嘅戰隊，令到佢哋先至有一個好嘅成績。包括好多戰術嘅訓練、戰術嘅討論。電子競技運動係現今數位世代嘅一項新體育。歐美嘅電競發展比較早，而亞洲則係以韓國率先喺2000年成立電子競技聯盟。中國大陸與台灣亦都相繼成立。而中國體育總局更喺2004年正式將電子競技列為中國嘅體育項目。根據一個全球遊戲市場研究機構所做嘅2015年電子競技市場嘅報告內指出，全球電子競技市場規模喺2015年嘅時候達到3億2500萬美元，預計到2016年嘅時候更可以達到4億6300萬美元，增幅達43%。而去到2019年嘅時候，整個電子競技市場規模更可望達到11億美元。另外，2015年全球觀看電子競技嘅觀眾人數達到1億1500萬人。報告亦都觀望2016年時會達到1億3000萬人，而到2019年時更可以預計成長到1億8000萬人。其實我哋就唔係話太同意而家香港個電競發展係一個停滯不前嘅，只不過我哋係起步比較慢，即係當見到其他國家其實個發展都比較成熟嘅時候，咁如果你話對比翻香港啱啱起步嘅時候，當然係會略為遜色啲嘅。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好欠缺一個社會同埋政府各方面嘅一個嘅認受或者係佢哋嘅認同。咁所以其實喺呢一方面，我哋要去推廣嘅時候，的而且確係有少少吃力。政府肯協助推動或者推廣呢一個嘅運動嘅話，呢個產業嘅話，咁其實對成個行業一定係好有正面幫助嘅。就算民間方面好多時都未必話即時吸收到嘅時候，但係我相信潛移默化呢個作用可以幫到我哋呢個行業，至少可以知道，原來香港係有一班人去做緊呢一樣嘢，去為緊呢一個行業去奮鬥。我啲 member 都有同我哋講，即係可能佢哋係好中意電競，好想搞電競，但係可能有時佢哋做到一半咧，俾屋企人知道咗咧，屋企人即係唔俾佢繼續搞落去咧，咁佢都冇辦法追佢電競夢。電子競技喺世界大行其道，但香港教育一向勤有功，戲無益，令好多上一輩嘅市民都難以接受電子競技為新體育、新產業。因為我哋希望係所有年輕人都可以有一個正確嘅電競觀念先，然後再由佢哋去話俾佢哋自己嘅家長知，佢哋做緊嘅嘢到底係啲乜嘢咁樣。Gabriella 眼見電子競技被誤解，所以就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組成咗一個學生組織，專門向外界推廣電子競技。佢哋至今創辦咗3年，舉辦過大大小小嘅活動，包括比賽、講座，希望能夠教育年輕人以及佢哋嘅家人。電競係仲有得發展，同埋即係要話俾佢聽係有希望咯，令到佢哋知道唔會係行緊一條冇將來嘅路咯。時代唔同咗噶啦，其實而家好多年輕人有佢哋嘅啲想法。如果你哋真係有咁嘅
胸襟或者好咁有咁嘅嘗試，即係諗法，我真係想去加入呢一行嘅話，唔好只係着眼放於就係話我要做選手呢樣嘢。你文字上好叻嘅，你可以做編輯，甚至乎我除咗打機叻之外，我對電腦嘅嘢都好熟嘅，電競公司都算 IT 㗎。咁但係呢一啲人，其實你喺間電腦公司裏邊、電競公司入邊做嘅時候，呢一啲人全部都係 support 緊喺台上面嘅每一位選手，或者你眼見嘅以為電競就係呢個範疇嘅人。我嘅職責就係主要係跟翻呢度所有嘅流程，例如一開始嘅 idea 去到設計完之後去點樣去做一個 tracking， 到最後 evaluation 都要去跟足。影片係電子競技嘅主要宣傳途徑之一，當中由製作比賽片段到製作微電影，都需要靠一支後勤嘅團隊負責。production 嘅工作，例如當有直播或者轉播嘅時候，我哋會準備好晒所有嘅流程啦。準備好個流程之後，就會去設計畫面同埋聲音要點樣去配合。咁之後將所有嘅聲畫嘅設定嘅成果，將佢混合埋一齊，再放送出街做一個直播。例如喺 Twitch 鬥魚等等呢啲直播平台出街。咁之後再做埋後製，去完成一段片。比賽片段係電子競技最常見嘅類型，普遍一場30至40分鐘嘅比賽，都係好需要主播去分析比賽嘅狀況，帶動觀眾嘅情緒。當中所考驗主播，除咗係臨場反應以及說話技巧外，好多時仲需要一顆心。對 TSM 咁去到呢邊28分鐘嘅時間，咁見到佢哋食緊把龍，有個傳送交咗落嚟啊，5個一齊人，咁相反 TSM 呢邊其實係少咗個 jungle 喎。Hansa 嗰啲血量唔係好夠喎，而家佢放咗個手筒入去，咦唔係喎，呢一度反而係support巴得俾人哋擲火，但係後面冇跟上 TSM 完全。我覺得入電競呢一行一定要有興趣喺裏面嘅，咁就之前都做過其他行業嘅，即係譬如即係一啲速遞嗰啲工作我都做過，咁但係真係唔啱自己做，咁啊同埋加上就話算係比較後生啦，仲有時間可以試。主要係因為自己對呢一個行業有熱誠啦，同埋非常之有興趣。之前我都係喺另一間公司做過培訓嗰啲，所以諗下呢一行應該都係幾適合我。有樣嘢一定要坦白承認嘅，就係香港嘅電競發展真係比較落後同埋慢嘅。咁既然我能夠有一個機會入到嚟嘅話，咁我諗我係一個最直接嘅方法話俾佢聽，呢個行業係有得即係有希望或者有前途嘅。咁啊，自己唯有努力啲做咯。咁啊，其實我嘅屋企人都開始慢慢接受到我嘅嗰個行業㗎啦，即係都知道，亦都有平時睇開我嘅直播。Xbox 如果 Xbox OK 都有多一個攤位咁樣放喺度嘅，我諗應該都可以嘅。其實5到6個左右已經夠啦。我覺得香港咧係一個好難去講夢想嘅一個地方。我就覺得點解其他國家可以發展得咁好嘅時候，香港就唔可以有呢一個行業咧？即係點解好似佢哋即係喺香港度出世就冇資格去講其他嘅夢想咁樣？其實香港人睇廢青嘅定義都係講錢嘅啫嘛。你如果揾到錢嘅，你咪唔係廢青咯。如果你係淨係喺度打機，你話你好有夢想，你好有熱誠，但係冇用啊。香港人係即係好現實，尤其是上一輩啦。咁唔淨係打機啦，你從事音樂嘅，你揾唔到錢都係俾人話廢青啊。你從事畫畫又係俾人話係廢青。咁所以如果你揾到錢咪 OK 咯。好多人話電競係運動，你見運動喺香港都發展得唔係咁好嘅。就算你話其他文化產業，譬如音樂電影、電視等等，其實都係逐漸式微緊。然之後香港又唔係福利國家，你唔似歐美或者澳洲咁樣，就算你真係做唔掂啦，或者你好低收入，你依然會有政府資助啦，會有政府俾錢你買樓啦，跟住你好多生活嘅所需都係會有政府去配給俾你。咁即係佢哋衰到貼地都仲有得。即係都唔使死，但係你喺香港你真係唔係嘅喎，你攞綜援咁樣你真係好難生活啦。然之後你係嗰個睇人嗰個有色眼鏡係好強嘅喺我哋華人地區。有啲實況主就成日都會話香港嘅觀眾係唔肯donate，即係唔肯捐錢、唔肯資助。外國或者台灣佢哋嗰個資助嘅風氣係好好多嘅。咁我唔會咁樣話香港人咯，我只會話自己或者可能我哋香港嘅實況主未做得夠專業，或者未做得夠好去俾人哋真金白銀咁去支持。如果你做主播又好，做選手又好，或者你做任何關於電競嘅嘢，你係揾到錢，咁自然會有人嚟做，自然會有個市場去供應到。
電子競技除咗由一班各有專長嘅人才組成之外，亦都有一啲獨立人士為電子競技而努力。喺外國好流行影片博客呢一個娛樂，令有啲人睇準咗呢個機會，專門上載一啲遊戲教學影片，甚至將佢哋玩遊戲嘅真實情況嘅影片上載，再由社交網站發放，吸引大量年青人點擊，從而喺點擊率中賺取金錢。人生唔係應該淨係得賺錢咯，人生應該有其他意義噶嘛。咁我覺得打機就係可以將我呢個快樂，即係可能講得老土啲啦，將呢一樣嘢宣揚俾其他人睇咯，就係又符合到我哋呢個年代嘅文化。Jackie 本身亦都係一位主播，不過佢有一個自己嘅影片頻道，不時會上載自己嘅遊戲趣事以及生活嘅點滴。佢更加會用軟件直播自己嘅遊戲狀況，與觀眾互動。每次亦都會吸引數百至數千嘅觀眾即時收睇佢嘅頻道，所以 Jackie 亦都會稱自己為實況主。順利咧就俾個意識擊殺咗對面啊！哇！呢個對面呢個召喚嚟得到係啊！我都轉一轉個 Jungle 嘅飾品啦，一個網上電視台咯，就一個個人營運嘅網上電視台咯。因為其實你見到頭先拍攝都好啦，就好多一啲 control panel 啊，好多譬如話畫面上嘅控制啊，好多轉畫面上面嘅轉播啊，都係由自己一個一手一腳咁做啊，所以我會形容為而家嘅實況其實係一個一人嘅電視台啊。但喺香港嚟講咧，就因為觀眾嘅關係、觀眾人數嘅關係啦、普及率嘅關係啦，所以其實都暫時嚟講只可以係一個興趣咯。有好多人有一個誤解，就係做電競又好，做一啲 streaming 都好，就係日日宅喺屋企。咁呢一樣嘢就代表你要去不斷磨練自己嘅技巧，譬如話要牽涉到一啲製作嘅技巧啊，牽涉到一啲職場嘅講評技巧，呢啲都係一啲個人進修嘅範疇啊。我覺得屋企人會慢慢留意到嘅。咁我諗最能說服到嘅就係收入咯，就係可能會有啲硬件商啊，可能會有啲公司啊嚟揾你咁樣做翻啲嘅節目啊，咁樣就嗰筆收入佢都會見到嘅上網，咁咪開心咯。屋企人見到話啊，原來你唔係淨係宅喺屋企喎，最緊要係呢份實際啲嘅嘢咯。我哋都好開心可以做到好多成果俾熱愛電競嘅玩家啦，或者係觀眾去感受呢樣嘢嘅。咁當然你話缺乏啲咩？我哋當然係人才方面，我哋希望都係越嚟越多啦。咁啲人才係需要鍾意電競嘅。我先唔講呢電競產業究竟會有將來可以有幾蓬勃，有幾大嘅發展空間。喺我入嚟之前，我完全唔知咩叫電競。原來入咗嚟之後，發覺哇！呢個世界有啲咁嘅嘢，咁多人睇，仲係咁令到咁多年輕人去着迷呢樣嘢嘅時候，我覺得好驚訝。我之前冇留意到呢個社會發生咩事啦。咁呢樣嘢係我自己對自己一個反思嚟嘅。咁但係我好多謝呢間公司，或者我多謝電競能夠帶俾我一個新嘅視野，擴闊咗我眼界。我會當電競係一個夢想，但係我唔認為而家係實現咗個夢想啦。因為其實我最想做到嘅嘢就係令到香港普遍嘅人都接受呢一樣嘢，同埋令到喺即係香港嘅電競係可以好似其他國家咁成熟咁樣發展，即係可能好似台灣啊、韓國呢啲國家咁樣。尤其是而家都開始慢慢有多啲人係關注呢個行業啦，知道係一個比較正面嘅方向。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俾多啲時間佢啦，香港係即係仲有機會可以發展到，而且我覺得潛力都幾多。呢個經驗我諗都係好難得，而係我如果正正經經去讀書，跟住可能讀翻我嗰行做個地質師，咁呢啲經驗係我攞唔到嘅。咁所以我覺得雖然講咗好多好負面嘅嘢，覺得呢一行個發展前景唔係話咁大，但係我依然覺得喺我成長入邊係上咗一個好重要嘅一課。啲同學都逐漸都事業有成啦，都老實講，咁佢哋都會好奇怪，哇！你打機啊？你要打機啲揾唔揾到食㗎？會咁樣俾人去笑啊，或者俾人去唔好話睇低嘅，會俾人有一個誤解喺度咯。我覺得你好唔認真，但係我就係想講，
俾人嘲笑嘅夢想先有實踐嘅價值咯。我成日都覺得。咁電競對你講嘅意義？電競對我嘅意義嚟講係一種興趣咯，一種興趣之後轉化而嚟嘅目標咯。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如果可以將呢一樣嘢作為一種職業嘅話，人生就好美好啊，就好開心咯。因為好少人真係可以為到自己嘅目標而努力噶嘛，喺香港或者成為自己賴以為生嘅一樣嘢，咁希望可以做到咯。